Hello Marvin 啊，咁呢條片咧會同大家講下咧10月1號國慶賽馬日咧我Marvin嘅心水嘅。10月1號啊嘛，星期三啦嚇，咁記住啦，今次就唔係跑快活谷啦，就係跑沙田嘅日馬嘅。我自己咧其實咧都幾怕咧，就係呢啲大賽日啦嚇。即係就唔係話就啱係禮拜三啊，或者禮拜六日咁樣，因為呢，我唔知大家會唔會好似我咁啦。我自己呢嗰個即係生理時鐘啊，我唔知可唔可以咁講啦。即係一到馬季呢，就淨係記住啊，禮拜三跑馬，禮拜六係跑馬。如果呢調一調嘅話呢，好多時呢，即係個人呢都好似有少少亂咁樣嘅嚇。咁今次呢，跑禮拜三fit 啦嚇，時間呢就真係啱啱好。上個星期日啦，推介咗一條單季俾大家，可惜啦，就只係咧中得一隻日獎。不過唔緊要嚇，馬季流長，我有啲乜嘢心水咧，我都唔會孤寒嚇，會咧拍片咧同大家分享嘅。最希望當然咧係幫到大家啦。咁今次咧我都會有兩匹馬咧介紹俾大家嘅，不過咧就唔喺同一場啦，就分別咧喺兩場賽事入邊。不過咧都係同一個馬房嘅馬，所以咧大家咧如果想知嘅話咧，就記住咧呢條片咧睇埋落去啦。好啦，我Marvin嘅片咧而家就喺呢個頻道啦，Marvin大戶專線咧就上片嘅。大家記住啦，想收睇嘅話咧就訂閱啦。加埋撳埋個鐘仔，新片一出咧，你就即刻咧會收到通知可以睇噶啦。另外啦，記住啦多啲支持我Marvin啦。支持我方法都好簡單嘅啫，就係睇多啲我嘅片啦，留言啦，俾個 like 啦，同埋分享埋俾你嘅朋友。對於我Marvin嚟講咧，就係最大嘅支持啦。咁喺呢啲大賽日啦即係不論係好似呢一次國慶賽馬日啦，係即係有個主題啦，或者係有啲一級賽嘅賽事，例如好似12月嘅國際賽國際之一咁樣啦。通常咧都會比較吸引到咧一啲大倉口咧就派馬上陣嘅。自然就馬可戰術，花多眼亂啦。冇錯。你話計死數嘅，當然你越派得馬多，你贏嘅機會當然係越高啲嘅。但係大家都知啦，跑馬嘅嘢唔係話你出得馬多就係你贏得多噶嘛。好多時都會有一啲即係究竟都唔知係唔係即係真命天子嘅出嚟，變咗咧令到大家咧其實咧揀馬嘅時候咧都會係多咗條障礙咯。反而咧，我覺得有時咧都可以咧留意下，即係無論係大倉又好、細倉又好，究竟佢出馬或者係點樣咧，有一啲特別嘅部署。例如係大倉，咦？點解突然之間有某一日佢好似出得比較少馬咧？又或者細倉口，咦？點解突然之間大舉出擊？都可能咧係會有一啲特別嘅嘢發生因為咧都係即係好似同平時係有啲唔同，呢啲咧都值得咧大家咧可以多啲留意嘅。就好似今次咁啦，我咧就留意到咧毛偉傑呢一個都唔可以叫細倉嘅中型倉啦。今次咧都幾踴躍派馬出賽喎，我咧都睇咗其中啦，佢有兩匹馬咧都值得咧大家留意嘅。所以咧今次呢條片咧我就咧係會介紹毛偉傑咧兩匹10月1號嘅參戰馬，大家咧可以睇睇究竟啱唔啱你心水啦。如果啱嘅話，可以買些少碰下運氣。當然啦，希望梗係兩匹馬咧都跑咗出嚟，幫到大家贏錢咧就最開心啦，係嘛？好啦，廢話唔同大家講啦，好啦，同大家咧講下咧邊兩匹馬先。好啦，毛偉傑呢個倉啦，其實而家嚟講啦，點計咧都唔算係大倉嘅。不過咧今次啦10月1號嘅國慶賽馬啦，佢都叫做咧大舉出擊㗎啦，因為咧總共咧有8匹參戰馬咧喺呢日咧會上陣嘅。其中有兩匹啦，我認為幾值得大家留意嘅。先講第一匹先啦，就係咧呢個第7場嘅重頭戲啦，3級賽國慶杯，跑呢個直路嘅1000米啦，6號嘅魔術控制。呢場馬啦，估唔到咧，即係個報名都叫比較冷落啲嘅，因為咧得8隻馬跑嘅啫。但係咧，馬少又話馬少喎，呢場我自己覺得咧都幾混亂嘅，因為咧冇話邊隻馬咧即係特別標青啦，
更加咧就冇話咧邊隻咧係話可以劃死佢嘅。咁點解會揀呢隻魔術控制呢？嗱，排檔嚟講咧，佢又唔係話特別好嘅。咁啊，上場仲大敗添啦嚇，12隻馬跑第11。咁但係咧，首先要睇翻佢上次係有啲咩對手先啦嚇，有嘉應高升啊、金鑽貴人啊、合夥奔馳啊、幸運有利。咁啊，全部呢啲馬都係硬嘢嚟嘅。咁啊，仲要啦，嗰場出閘啦，佢啊買1萬，加埋咧。喺直路啦嚇，都塞咗成100幾200米咧，先至望到空。咁樣嘅話嚇，仲要嗰場咧係跑1200米嘅喎。講真，贏到先出奇啦，係咪先？咁啊，要知道咧，其實咧呢班魔術控制咧最強咧，其實咧係跑呢個直路1000米。嗱，上季咧分別喺呢個10月1號嘅國慶賽馬日啦，即係上年嘅國慶賽馬日啦。同埋喺1月1號洋紫荊短途錦標2場3級賽咧，佢都跑到第2嘅。2場咧，佢都係咧同今次一樣抽到埋啲5、6檔嘅啫。可以見到咧，其實呢匹馬咧跑翻正宗路程嘅話咧，就算跑級制賽咧，其實都唔可以睇小佢嘅。嗱，今次啦，亦都有備而來嘅呢匹馬。嗱，喺9月26號啦，彈咗貨沙田草集。操練方面咧，亦都正常嘅嚇，即係冇話咧係即係有啲咩嘢疏懶咁樣，亦都換咗何澤堯操刀啦。我媽份認為咧，呢班魔術控制咧，唔好俾佢上次個大敗賽績咧嚇，即係俾佢咧帶走咗你。呢場嚟講咧，絕對有機會咧可以嚟個大變身嘅。嗱，呢匹5歲馬，大家咧記住咧要留意啦。咁另外一匹無偉傑馬房嘅馬要留意嘅咧，就係第10場10號嘅嘉應巨星。嗱，呢匹咧就冇主人嘅，繼續咧係用潘明輝細潘騎。咁啊呢場啦就係跑3班啦，1004米，咁啊14匹馬嘅場合啦。嗱，嘉應巨星咧上季咧喺4班咧贏過馬嘅，今季啦亦都喺9月7號嚇季內初出啦，亦都喺3班度跑第2。2場咧都係跑呢個1004米。咁嗰場咧。跑第2嗰場咧就係輸俾季內咧已經2年節嘅同樣美麗，咁啊都係輸半個馬位嘅啫。嗱，沙里嚟講咧，我覺得就不容忽視嘅。咁啊經過咗個暑假啦，呢匹6歲馬咧，我睇到就覺得佢冇話退步之餘啦，仲好似咧都 keep 得幾好添。咁啊呢次馬房咧賽前咧亦都有幫呢匹馬加操嘅嚇，志在我諗省一省靚個狀態啦。我覺得甚至咧比上場之前咧做嘅功夫咧仲更加強咗添。咁啊，今次咧雖然咧嘉應巨星咧就要排喺個9檔度，但係以往咧呢匹馬咧都有抽外檔咧可以上名嘅紀錄嘅。只要咧佢出閘咧埋到嚟，唔需要話特登搶嘅，守喺啲3、4位嗰度咧已經可以有爭勝嘅機會㗎啦。咁呢匹馬啦，今次咧加咗分，亦都加咗磅。咁比上次啦19倍開跑咧，就未必再咁好分㗎啦嚇，因為上次都跑到個第2啦。咁但係咧，我估啦都會有一定賠率嘅。咁以呢個倉加埋阿細潘嚟講咧，正路就唔會話太過野飛嘅。但係如果你話臨場有飛嘅嚇，可能啦有10倍或者樓下嘅話咧，咁我認為咧就好大機會咧喺今場就出擊㗎啦。咁呢一匹啦就係我今次嚇10月1號國慶賽馬日第2匹啦，無偉傑馬房嘅馬，我自己咧就覺得幾好嘅。咁啊希望咧幫到大家啦嚇，咁啊亦都預祝大家啦喺星期310月1號嘅國慶賽馬日咧，大家咧都贏多啲。